国历啊，4月份有好多绕境活动哦，下营的上帝庙哈，4月6号、7号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然后妈祖圣诞日是4月27号，礼拜六，农历3月23。哦，这还有注明，你比如说4月10号济公活火，它是，农历3月份济公活火成什么？看得出来吗？3天主考月哦。看，然后你看啊，哦，还有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，还有这个4月18国际古迹仪什么，还有中路财神圣诞，是赵公明吗？5路财神的中路财神圣诞了，然后来复活节4月21号，然后4月世界地球日，还有太阳星君圣诞啊，祝生娘娘。不是写圣诞，是写签什么？世界皇治内集的，世界智慧财产签是吗？还有鬼谷子先师哈，4月30号，农历3月23、24、25、26，3月26，鬼谷子先师圣诞呢。哦，4月份哦，迎妈祖的活动也很多呢，大甲镇南宫，哦，那个从台中到那个嘉义的新港奉天宫，哦，那个活动哦，还有很多妈祖庙的绕境活动，哦，北港啊，北港朝天宫啊，妈祖庙是在农历3月19、20绕境活动，哦，离炮啦、炸炮啦、爬炮网啦，很特殊的庙会活动。19、20啊，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北港朝天宫妈祖庙是农历3月19、20，那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。